各位網友，你哋好，歡迎你又嚟到 Anson 張 MMXIX 嘅 YouTube Channel 啦。好啦，又到咗當季日劇集入追，睇完吹吹水啊。2026年4月到6月春季，2026年4月到6月春季嘅日劇冇錯。咁啊，應該啦去到一半啦，有部分咧應該去到尾聲添，因為我收到個可靠消息，都唔係可靠啊，將會咧7月底啊。下旬啦，應該咁有一套咧非常之我想睇嘅日劇出現啊，咁所以咧有好多日劇咧應該喺呢個月裏邊咧就會準備咧係去到尾嗰個部分啦。咁啊呢一套咧唔好意思先啦，大家如果網友聽到我把聲，你都知道噶啦，冇錯，大病都算唔算大咧？唔知。就而家啲病好犀利噶嚇，一路咧都會咧令到你咧嗰個問題咧拉到好長。咁啊，我係最重要嗰把聲啊，俾佢拖冧咗啦。咁啊，今日都叫做好啲啦。咁啊，如果再唔講嘅話咧，咁我有啲咧已經應承咗嘅嘢又墮後，我唔想啦。咁所以咧唔好意思，今次呢套咧我原本想集集追嘅話咧，我都要將佢合成為2集講。咁啊咁巧喎嚇，咁啊其實已經去到第8集噶啦，我已經睇埋噶啦。咁啊，我覺得咧6、7集就真係可以擺埋一齊。咁我有諗過會6、7、8嘅。咁如果咁咧，就似乎太過慳啦。咁所以咧，我咧就決定咗，既然6、7集有關係嘅，擺埋一齊講。咁啊，第8集就稍後時間補翻一路落去嚇。咁啊，越嚟越咧覺得咧自己咧受到咧好基本嘅一啲嘅生活狀況嘅改變咧影響到咧，真係唔好意思。咁啊，如果有網友再留意下咧，我即接近嘅目標咧，準備應該達到啦，因為咧就咁望一望咧，都有大概而家係400個訂閱，咁啊，因為第一個目標要面對嘅就係500個訂閱啦，咁啊，當其時就一路咁樣呼籲，咁啊，希望各位網友咧繼續努力支持啦。好啦，咁啊，講翻喺呢套先，呢套禮物咧非常之有趣啊，咁啊，原因咧就係佢以一個宇宙觀嚟到去睇世界事物，咁啊，亦都咧放喺嗰個叫做輪椅欖球嘅運動度，咁啊，輪椅球類活動可能我哋聽得多，輪椅欖球真係少聽。再加上咧一個咧醉心於科學嘅科學家啊，完全咧可以罔顧他人嘅科學家，更加咧產生咗微妙嘅關係。咁啊，之前咧都同大家咧講過咧，就係話人物線太多啊。驚佢講唔晒啊！咁我而家終於都明白啦，原來咧佢所有嘅故事線咧都將會穿埋一齊，就好似佢哋嗰個劇裏邊啊主角堤真一嗰個宇宙物理學家咁樣嚇，各個嘅咩行星啊、星球啊、星體啊，咁咧就會互相被吸引而串連起上嚟，咁所以咧佢而家呢一個部分咧串連得比較有趣，更加有趣嘅咧就係有部分嘅內容咧串連咗。咁啊，只係作一個好輕率，唔係好輕微嘅交代，咁啊算數啦。咁啊，如果有睇開嘅咧，網友都會發現咧，哇，節奏突然之間快咗好多。係啊，咁啊，原來每一個故事當中都有悲劇嘅狀況㗎。咁啊，今次我都見得到呢個悲劇嘅來臨。咁啊，到底呢一度係是喜定係是悲咧？到底係咪我哋過於去推測咧？咁啊，到期時咧交翻俾咧劇作家去處理啦。咁啊，我哋咧直接咧去到佢官方網站啦，咁啊，大家都成日見到呢一張圖啦，呢張圖就我成日都講噶啦，人物好多好多，咁啊，終於咧，我哋今集咧嘅串聯咧就會比較清楚一啲啦，咁啊，由相關圖開始，咁啊，相關圖裏邊咧，我哋咧就仍然講緊幾樣嘢啦，咁啊，今集呢2集咧最主要咧就係講緊堤真一、山口智子同埋玉森裕太呢個家庭關係嚇，咁啊上集咧就淨係講咗玉森裕太知道咗堤真一係佢阿爸啦，山口智子就話咗俾佢聽啦，咁啊佢問佢有冇認翻佢啦，咁啊當然啦冇機會啦嚇，咁啊所以喺嗰集就完咗啦，咁啊今集一開頭一劈頭嘅時間咧有一個非常之有趣嘅現象，一陣間再講俾大家聽。咁啊除咗呢個部分之外咧，佢哋呢個所謂家庭嘅問題咧引入咗山田涼貴。山田裕貴，咁啊山田裕貴咧就作為一個咧年輕嘅人咧，竟然咧調翻轉去開導堤真一，咁啊呢度咧係一個古仔，我覺得都唔錯噶嚇。咁啊另外咧亦都開始咧發現咗山田裕貴咧佢開始有啲改變，而呢個改變係當然係好嘅。咁啊呢一個部分咧就真係最適宜再睇啦。咁啊另外暗地裏咧就有條伏線，嗰條伏線咧就係講山田裕貴同有村架純，咁啊好隱含嘅喎。你問我就咁睇咧，到底有冇交代到咧？佢又好似喺度咧。
咧類似啫，打情罵俏。但係咧事實上有冇交代咧？又好似冇交代。但係你話佢哋冇嘢咩？點睇都唔似。咁啊呢度咧睇下佢咧再寫唔寫落去咯噃。咁啊另外咧當然咧就要揾一個咧所謂嘅叫醜人介入啦。咁啊本田響子就係嗰個人。咁啊當中裏邊佢都冇咧即係直接咁樣講。咁啊但係本田響子可能對有村架純係有啲好感都唔定啊。咁啊另外有村架純個阿爸嗰條線咧就喺上集就解決咗啦。咁啊喺6、7集裏邊咧，亦都有一個比較明朗嘅解釋。咁啊呢個解釋咧就係講翻咧佢重新振作起嚟嘅啫，所以呢度就冇乜特別嘢講噶啦。咁啊另外咧就有趣嘅地方咧，一陣間再講。咁啊牽涉埋咧佢哋個選手嘅部分。咁啊唔係實戰嘅部分嚟嘅喎，但係咧佢哋本身呢一隊啊公牛隊啦叫做係咪？咁啊佢哋有個不嬲嘅點講啊？佢哋有個叫假想敵，個假想敵咧就係呢一隊嘅外隊啦，咁樣樣。咁啊，你會發現得到咧，就有少少變化啦，係嘛？你睇呢張相關圖咧，有陣時咧，以前如果撳翻入去嘅話咧，安田顯呢個選手裏邊咧，就會較為多人物嘅介紹啊。咁你發現呢次咧就少咗好多啦。咁啊，另外有個選手走咗出嚟添。咁啊，因為今集有同佢有關係嚇。咁啊，一陣間咧，最後尾咧，仲有一條線咧就伏咗落去第8集嘅。咁我之前咪話咗俾你聽，原本想連第8集都講埋嘅。咁啊，第8集咧，我覺得分開講係比較恰當啲。咁所以咧，我將嗰條伏線一陣間咧留喺個尾度先同大家分享啦。咁啊，成件事發生啲咩事咧？咁當然就要睇下佢哋嗰個第6集嘅內容啦。咁啊，如果有睇嘅話咧，絕對咧唔難去理解噶。咁啊，首先咧，你會見得到就係有村架純、玉森裕太咧都係會做幫手。咁啊，好投入喺嗰個輔助嘅行列當中嚇。咁啊，因為有村架純幫到佢爸爸啦，玉森裕太咧就本身開始就透過呢個輪椅欖球咧，就好似重拾對音樂嘅一種感覺。咁啊，當然嚇佢亦都會見得到提真一呢個咁有趣嘅人，原來竟然係佢爸爸嗱，未認啊嚇。咁啊呢一度咧就安排咗咧山口智子一個咧好鬼抵死嘅動作啦。咁咧你會見得到咧一開場嘅冇耐咧就山口智子咧就將成個關係咧就提咗出嚟。咁啊提真一咧先至首次知道咧原來玉森裕太啦係佢個仔。咁啊跟住然之後咧山口智子咧就將成件事咧就解釋晒俾在座嘅人當中。你會見到有村架純啦或者輪椅欖球嘅隊員咧都甚為驚訝，因為咧冇人相信啦竟然咧佢咧係有段感情產生，而呢段感情係冇經過所謂嘅叫做婚姻嘅狀況。簡單啲嚟講，即係同居。唔可以咁講，因為咧佢喺交代嘅時候好得意嘅，佢哋有一種咧感情嘅狀態，但係因為咧女方咧要為理想去第二個地方，咁所以一走就了之。但係嗰陣時候已經發現咗懷有咧呢個提真一嘅新人啦，咁樣，咁所以件事就比較咧似現實嘅嗰種叫做自由戀愛，但係又冇即係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有呢個分唔係。有實無名，有名無實，有實無名，係啦，因為佢哋冇註冊結婚，咁所以係冇名，但係有實咁樣嘅感覺，係啦。咁啊喺呢件事上面咧，震撼到佢哋啦。咁啊，提真一開始覺得咧，就因為佢細個就由佢嫲嫲啦長大啦，咁從來都冇見過佢阿爸，咁所以突然之間你話有個仔嘅話，佢跟住受到好大嘅打擊。另外就係佢係一個天體物理學家嚟㗎，佢對於所有自己同埋佢自己有興趣嘅嘢都能夠去處理得到。咁啊，其他嘢就完全係搞唔掂㗎嚇。咁啊，依度咧就講翻咧頭先我所講嘅山田裕貴嘅作用啦。咁啊呢一度咧就係由山田裕貴嘅個人親身經歷，都係同佢阿媽相依為命。咁啊，佢阿爸抌低佢，咁啊，佢將佢個感受有陣時又好簡單地同提真一分享。咁啊，呢種分享方式咧，就係當其時就係提真一咧，一眼就睇到山田裕貴喺個隊伍上裏邊嘅一個問題。咁啊，呢度係因為係當其時嘅問題啫。咁你見得到咧，山田裕貴亦都開始明白到佢自己嘅身份同位置。咁啊，願意放低咗自己，咁啊，反而咧真係發展重大咗。咁啊喺呢嘅2集裏邊咧，
佢個表現咧，我覺得非常之亮麗嚇，就係咁樣樣啦。咁啊，亦都咧就係睇到佢好正氣啦，所以咧深深咧，我覺得被吸引到有村架純呢一個女仔對佢有感覺咁樣樣係啦。咁啊，當然啦，呢一條線到底點發展，仍然都係一個謎啦嚇。咁啊，山田裕貴當然就係隊裏邊嘅一個功臣啦。咁啊，當提真一同玉心裕太都唔知點樣相處嘅時間咧，其實佢媽媽山口智子就做咗好多機會提出呢兩父子之間嘅相遇，咁當中裏邊咧，亦都咧嘗試咧就透過玉心裕太睇個隊裏邊嘅問題啦，山田裕貴睇個隊嘅問題裏邊咧，都贊成去做集宿。咁呢個集宿咧好搞笑嘅喎，唔係佢哋自己一齊去合宿，即係集宿一齊住埋一齊，更加了解對方。因為呢度咧佢講咗一啲咧唔好成日用數字或者所謂嘅叫做理論嚟到去睇關係。咁山田裕貴最清楚㗎啦河北咧就一齊相處更加容易知道。咁所以玉心裕太就提議提真一不如搞一次合宿，定係好似山田裕貴搞一次合宿，咁等咧，但係佢咧就能夠睇到各個嘅隊員嘅知道佢個背景，理解佢嗰個情況咁仲好啲。咁喺呢個合宿裏邊咧，你亦都見得到啦，因為咧首次咧佢哋兩父子咧叫做以父子相稱。咁其他人咧其實望住佢哋都好有趣，我望住佢哋都好有趣。咁提真一做呢一個咧完全唔識做阿爸嘅角色咧，非常之恰當。玉心裕太咧就成日都覺得，你係我阿爸唔認我都算啦，你都唔好避我咁樣嗰種情況咧，亦都咧睇得出咧一個大人啦從來都冇見過，即係可以咁講，即係從來冇見過佢阿爸突然之間有個阿爸而家阿爸咧係咁古怪嗰一刻咧，其實都幾難接受。但係咧，因為咧佢哋兩個咁巧都係愛呢一種運動，咁所以呢個緣故裏邊咧，佢哋就有一種共同嘅話題。其實最有趣都唔係呢個部分，稍後再繼續講。好啦，咁條線裏邊咧就交代咗提真一咧唔知點做老豆啦，咁相反地咧，竟然又遇喺一次街市嘅工作裏邊遇到安田顯呢個角色。咁安田顯本身咧，除咗係一個輪椅欖球嘅教練之外咧，都係一個父親嚟㗎。咁佢個女好細個喺超級市場度咧就相遇得到佢。咁佢哋佢哋有機會傾過偈，你會見得到咧，佢哋冇咁多敵意嘅，佢哋兩個咧有互相即係惺惺相惜嘅感覺。咁呢一套戲係好特別㗎，即係佢哋又好似想爭勝，但係當中裏邊都想大家好嗰種嘅感覺。咁喺好多嘅所謂嘅比賽嘅劇情裏邊咧，呢一種咁嘅亦師亦友係嘛？唔係應該咁講，亦友亦敵。亦敵亦友係啦，亦敵亦友呢種咁嘅感覺咧，喺呢啲比賽片比較少一啲。咁呢次咧就比較清楚一啲。咁當然啦，咁安田顯咧都有即係額外嘅要求對提真一。咁呢一度咧喺第8集，我諗先至講俾大家聽咁呢一度咧繼續啦。咁結果咧佢哋去集宿啦見山田裕貴就負起咗一個好重要嘅責任啦因為佢自己都睇到其實隊員之間發生緊啲咩事。咁長遠都有噶啦，只不過咧喺最近嗰幾集裏邊咧，每一個個性球員裏邊嘅個人問題都得以解決，但係因為都係個人啊嘛。咁打波係一個團體，咁呢個團體嘅所謂嘅叫做合群咧咁就似乎欠奉啦。咁唔單止係打比賽嘅隊伍，即係隊員，其實喺在旁嘅各個協助嘅單位裏邊都應該。咁透過呢次合宿咧，竟然咧又同安田顯嗰隊咧一齊去合宿。咁有機會咧，佢哋咧嘗試咧就分組比賽。咁喺呢個分組比賽裏邊咧，佢哋就睇得到佢哋自己嘅弱點。咁山田裕貴咧。冇一如即係以往咁樣潑人冷水啦，咁實在咧係為咗隊伍嘅好咧，苦口婆心咧勸大家，咁亦都咧當然啦，不經不覺地咧就會對提真一咧造成影響噶咁呢度第8集都要交代一下咁因為呢度咧係提真一嘅一個脫胎換骨嘅轉捩點我相信係咁每一個人都理解到嘅情況啦。最覺得咧意想唔到咧，就係你會發現咧最後尾嗰場嘅場景咧唔係呢一集呢度，最後尾嘅呢個場景咧
你睇到有家庭嘅成員啦，係咪有所謂嘅我哋嘅後勤成員啦，係咪啊？喺一場比賽裏邊嘅問題啦，咁啊，另外咧，佢哋嘗試過喺比賽當中發現到問題啦，嚇。咁你見得到咧，佢哋當中裏邊咧，其實咧唔係真係完全咧係對手嘅關係嚇。最有趣係咩啊？未講，就係呢度啦。你會見到吉瀨美智子咧，竟然咧邀請安田顯咧玩翻一個昔日嘅活動。呢個活動應該當其時咧，安田顯仲喺公牛隊嘅時間裏邊咧，佢哋時常都會有呢一種咁嘅team building 嘅一個活動嚟㗎。咁啊，佢哋兩組人咧嘗試咧就分組比賽。嚇，咁啊，你見得到啦嚇，無論係隊員啦，無論係即係在旁嘅協助人員都好啦，都會一齊咧投入咧喺呢個輪椅欖球度嘗試了解當中運動員嘅感受。咁啊，呢種類似同樂嘅性質咧，呢個係比較令我出乎意料之外。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兩隊嘅隊伍唔係屬於絕對嘅敵人，就係咁解啦嚇。咁啊，當然啦，最後尾就係會有啲忽發奇想啦，係咪？咁就係咧，佢哋咧開始咧就有股向心力啦。咁啊，全部解決得到，亦都咧令到堤真一咧諗起最後尾一樣嘢，就係唔係我一個人去諗任何嘅方程式去解決問題，係我哋以全隊人，無論前面比賽嘅、後面協助嘅一心地去贏呢次嘅比賽，咁樣咧去面對困難，咁啊呢一種咁嘅情況咧，真係咧值得咧係學習㗎。咁啊當然啦，喺呢啲咁嘅中途嘅內容裏邊咧，實會咧會遇到一啲困難㗎。咁啊困難咧就喺我上個禮拜都講過㗎啦。咁啊應該係堤真一咧就遇到一個危機有機會咧就唔能夠同佢哋一齊咁樣樣。咁啊呢個問題喺邊度發生嘅咧？就係佢最早之前第一集挑戰過佢呢個學生其實呢個學生咧，大家都印象咧記憶猶新㗎啦，就係宮崎優。咁啊，因為咧喺嗰個玻璃之心度咧，佢咧就係做打鼓嗰個女仔咁啊，之前就好開朗，好即係好女仔嚟嘅。咁啊，但係呢次咧，佢就做咗一個所謂嘅叫做研究員。呢個研究員咧就一心去研究，但係咧得唔到回應，俾堤真一咧話到一動都冇。咁啊，心裏邊咧心有不甘。咁啊，原先咧就部署緊一個驚人嘅計劃，要迫使咧堤真一咧就去到絕路所謂咁啊，呢度係第8集嘅內容嚟㗎。咁啊，網友咧如果有機會嘅話咧，可以睇下第8集嘅內容啦。咁啊，你都聽到去到呢度咧，我把聲差差地咧係咪？但我都要繼續，因為我始終都未講完第7集，咁啊盡可能啦。咁啊呢一度嘅部分咧就會繼續講緊咧，就係山口智子咧最厲害嘅地方啦。佢咧其實咧喺當中裏邊咧，將呢兩父子嘅問題咧一次過串起，你亦都咧好清楚地見到咧。山口智子同堤真一嘅關係唔係咁差噶，相反嚟講咧，佢哋之間其實好有默契啊！呢一度先至有趣但係又即係好痛苦地咧，當其時就需要分開。咁一帶咧就帶到呢個玉心裕太咧咁大個仔都未有機會遇翻，但係你喺重遇嘅裏邊咧，你又睇到佢哋之間嗰種默契連堤真一嘅喜好佢都仲知道嗰下好嘢咁啊佢又嘗試做呢個中間人，因為佢知道呢兩父子係唔識點溝通，咁啊佢好鬼馬嘅性格咧，就將呢兩父子咧漸漸地拉埋一齊，甚至乎咧激到咧即係激烈到就係咧邀約堤真一咧同埋佢哋一齊住，3個人咧住埋一齊好嘢喎！堤真一又肯明明一個咧孤獨的科學家咧，佢又肯應承佢做呢啲咁嘅嘢。咁你問我同宇宙之間互相吸引嘅法則咧，我覺得好似你解釋唔到，但係會互相吸引咁樣樣啦。咁啊，當中裏邊咧，佢哋咧漸漸地開口講嘢啦，亦都講過一啲咧好有趣嘅嘢，例如佢哋好誇張講緊一個叫做冒牌貨。咁點解會咁樣講咧？因為呢個冒牌貨咧將會成為咧
稍後解決問題嘅一個關鍵嘅所謂嘅一樣嘢。咁啊當然啦，有人覺得冇排放唔好啦咁但係有啲人就即係唔好理冇唔冇排冇乜關係，你認為係冇排放嘅啫咁啊最緊要咧就係盡自己嘅努力咁樣樣。咁啊喺第7集裏邊咧就主要都仲係描寫緊呢一個家庭，不過咧為咗要解決呢個問題咧，就拉咗另一個成員出嚟，拉咗邊個成員咧？拉咗咧就係呢個輪椅籃球裏邊嘅呢一個隊長個款嘅成員啦，就係邊一位？呢度係啦，咁啊呢個選手咧就由阿西田善彥去飾演，咁啊因為當其時就戴眼鏡啊，佢而家呢個除咗副眼鏡咧，爭啲認唔到佢，咁啊佢係一個家庭嘅爸爸，咁啊當中裏邊當然又係遇到問題啦，咁啊呢一度咧就有啲拉扯啦，嗱呢度拉扯就奇怪啦，輪椅欖球咁啊到底有啲咩拉扯咧？原來咧上一次解決嘅呢個後生仔。呢個月山敬達所飾演嘅角色，咁啊今集裏邊咧無啦啦咧輪椅欖球嘅另一個呢個橙髮嘅哥仔八村倫太郎所飾演嘅角色，竟然同咗阿月山敬達個家姐係啦，月山睇先啦，係啦冇錯板東啊姓，咁啊同咗呢個咧生月千晴咧結婚。咁啊，終於咧締結咗良緣。咁啊，呢度有啲原因㗎咁啊，亦都咧講出咧佢哋之間嘅，即係佢冇講特別愛情嘅，但係佢一開手就係咁樣做啦。咁啊，當中裏邊咧就放咗條伏線咧，就係講緊咧呢一個講緊呢一個咧，就係阿本田響次咧，好似有意無意暗示俾阿有村架純知咧，佢對佢有啲意思。咁啊，當然啦，有村架純咧一嘢就射咗佢，可能嫌佢太細個。咁啊，將件事咧就埋咗去山田裕貴嗰邊，咁啊仲讚阿山田裕貴咧嗰種諗法咧好啱佢嘅諗法，咁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覺得佢哋係有啲嘢嘅咁啊但係呢度咧就冇特別講，咁啊等佢咧稍後時間咧睇下會點樣去交代啦。好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咧，我哋咧繼續睇落去咧，就會發現咧佢哋兩仔爺咧。開始咧就懂得點相處啦，因為真係住埋一齊。另外得到阿山口智子啦，再加上我頭先講嗰條家庭伏線啊，嗰條家庭伏線，眼鏡爸爸去咗邊呢度係啦，咁咧就遇到佢嘅難題，咁啊又係咧山田裕貴係啦，山田裕貴應該係啦，山田裕貴咧就負責開解阿隊長，同埋咧就揾阿提真一幫手。因為佢始終都係細個一啲未係做人哋老豆，咁所以咧就揾阿提真一，咁亦都知道提真一咧好煩惱同佢嘅仔之間嘅相處，咁所以咧過來人傾偈會特別好啲，咁所以你見得到咧條伏線就專登咧一個講晒俾兩個人聽，提真一同佢，咁啊跟住一次過解決問題，咁啊提真一咧就變得 positive 一啲啦。正面一啲啦，咁啊當中裏邊咧亦都咧介紹咗一個咧就啱啱準備退役嘅球員喺對方嗰度，頭先睇到啦，就係呢位喺佢哋咧合宿嘅時間咧遇過啦，澤村一希，咁啊澤井一希 sorry， 由阿澤井一希咧就負責咧去幫佢哋咧練方法咧對應呢一隊嘅對手咁樣，咁你見得到咧開始描寫得比較少一啲啦呢度，因為咧我估計咧呢度稍後時間咧係應該會有條線發生噶，我估如果唔係咧，照計個選手咧嘅人數應該要齊翻晒喺度如果唔係就比賽唔到啊，估計咁啊唔知佢想點樣安排啦，咁啊但係咧就安排咗阿澤井一希咧就負責去訓練佢哋，咁啊將佢哋嘅漏洞問題得以改善。咁當中嘅提真一咧就開始表現到咧同佢嘅仔咧有一啲默契啦咁樣呢一度咧就係可喜可賀嘅內容嚟嘅，係啦。咁你見得到咧，去到呢一度咧就差唔多咧就完結㗎啦。咁啊跟住咧頭先咪講過有條伏線咧，咪就係宮崎優嗰條伏線啦，就係報復提真一啦，咁啊喺第8集裏邊咧就會詳細講一講我以為咧仲要講噶，點不知咧好似第8集咧已經即時解決咗問題咁啊所以咧我覺得咧佢應該係唔夠時間描述其他嘢咁啊呢一度到底提真一同埋山口智子玉心裕太嘅關係會點咧？唔緊要，最重要係提真一咧雖然冇俾一個確切嘅答案玉心裕太
某個程度啦。咁尤其是就算喺從唔從事音樂當中，但係你會發現咧喺個劇裏邊咧，佢哋其實有好多好特別嘅互動。咁啊呢一度咧就係睇到佢哋之間父子嘅默契啊。咁所以咧呢一套戲咧對我嚟講咧係一套唔錯嘅電視劇集。咁啊唔知咧各位網友咧睇完咧又有啲咩感覺？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對唔住啦，各位網友，我把聲咧實在太差啦，我都唔適宜再繼續講落去，否則嘅話咧，網友咧可能聽得唔舒服噶啦。咁我咧喺呢個時間都飲啖水先，因為我應該仲有一條片咧想錄埋咧放埋上網俾大家欣賞噶。咁所以咧希望咧大家咧都忍耐一下，咁啊盡快地咧等我把聲好翻咧，我就 full load 咧全力咧就繼續咧拍片咧同大家一齊咧當季日劇集集追。睇完吹吹水啊！咁所以咧，其他嘅網友如果仲仍然有睇日劇嘅話咧，不妨好似我咁當個日劇集集追啦。好啦，咁啊，今集嘅時間去到呢度啦，下條片再同大家分享過，係咁先，拜拜。